好多散戶呢排真係心很累啊！明明 AI 嘅長期邏輯都冇變，科技巨頭仲繼續買緊最新嘅晶片，咁點解手上嘅晶片股會跌得咁犀利嘅呢？有啲人就會話：嗱，你睇下啦，我早就講咗 AI 係泡沫，就好似2000年嘅互聯網泡沫咁樣，當年嘅 Cisco 啊，就係今日嘅 Nvidia。跌咗落去就翻唔翻嚟㗎啦。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其實佢哋只係睇啱咗一半嘅啫。2000年嘅互聯網泡沫確實係爆破咗嘅，但係網絡係冇喺人類世界消失咗，而係進化咗，誕生出 Google、Amazon、Facebook， 徹底改變咗人類嘅文明。今時今日嘅 AI 咧，就有啲似當年嘅光纖網絡，係一個不能逆轉嘅時代巨輪啦。更加重要嘅咧，就係如果你用數據去分析，你會發現今次 AI 晶片股嘅回調並唔係泡沫爆破，而係市場由一個盲目 buy the dream 買一個夢想，走入到去價值重估期，由邊個夠膽燒錢變成邊個真係可以賺到錢。如果你上半年輸咗錢，又或者錯過咗機會，咁下半場仲有冇機會翻身呢？我會分3部分同你拆解。第一，呢一場 AI 晶片股大跌背後嘅真相。第二，我會留意住邊3個關鍵方向，而呢啲方向咧可能會係資金嘅避風港咧。第三，最重要就係翻身3部曲，一步一步咁樣話俾你知 AI 投資下半場應該要點樣做啊！首先由 AI 晶片股大跌嘅真相開始啦。咁點解會跌呢？就係因為4個字：價值重估 （revaluation）。做人如果冇夢想，同條鹹魚有咩分別啊？嗱，上半年大家買晶片股咧，背後其實係買緊一個夢想。市場將未來5年極高嘅增長一次過透支喺之前嘅股價上面，但係慢慢地咧，雲端巨頭 Hyperscaler 作為算力嘅買家，就發現呢啲晶片廠咧加價加得太狠啦，蠶食晒佢哋大部分嘅利潤，咁條數好似計唔掂喎。使咗咁多錢，最尾係咪真係可以賺翻嚟呢？所以就開始講價啦，令到市場擔心算力嘅需求會放緩，影響呢啲晶片廠嘅收入。簡單啲嚟講，就係之前吹大咗，啲買家開始清醒翻，所以咧股價回落，令到價格反映翻真實嘅預期，唔係講緊 AI 需求會消失啊，只不過係市場變得越嚟越挑剔。咁2000年嘅互聯網泡沫同今次又有啲咩唔同呢？第一點就係 Agentic AI 已經帶嚟實實在在嘅營收。今年 Anthropic 嘅年化營收已經衝上470億美元。唔同嘅行業，例如金融、醫療、法律，都透過 AI agent 服務提升咗30% 以上嘅生產力，顯示 Agentic AI 真係能夠為企業創造到價值嘅。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 AI 算力咧係一個超級賺錢機器。以 Elon Musk 嘅 XAI 為例啊，佢只係需要少過1年嘅時間，就可以透過外租算力去回收翻興建超級機房嘅成本。咁所以咧，今次同2000年互聯網泡沫係有好唔同嘅地方啊。當年咧，好多嘅公司都係冇實質嘅現金流，市盈率閒閒地都幾百倍啊，只係靠講古仔去撐起個估值嘅啫。依家 AI 戰局進入下半場。咁我自己就會留意住呢3個關鍵嘅方向，將會係資金嘅避風港。記得睇到最後，我會限時送出一篇深度分析文章，帶你拆解 AI 算力格局，同埋咧4至5隻潛力股嘅增長邏輯。第一樣嘢咧，就係要留意雲端巨頭喺自然晶片同埋數據護城河嘅角力。以前咧，雲端巨頭咧就係鬥燒錢嘅。咁但係而家佢要做嘅咧，就係要減低成本、提高利潤。邊個可以降低對 Nvidia 嘅依賴，邊個就可以喺定價戰裏邊去勝出啦。咁所以依家 Google、Amazon、Meta 都係研發緊自家晶片，個推理成本咧比 Nvidia 嘅通用 GPU 低咗40至60%。咁成本越低嘅時候 ，ROI 就越靚仔啦。自然吸引到更加多嘅投資者，有更大嘅優勢。另一方面咧，就係數據護城河。咁算力硬件咧，都只係一個工具嚟嘅啫。AI 模型背後嘅數據咧，先至係核心。
依家科技巨頭擁有海量嘅獨家數據，例如 Meta 嘅社交媒體數據、Google 嘅搜尋生態、XAI 嘅訓練集群。咁邊個能夠將呢啲數據同埋算力硬件去整合，訓練出更加聰明、變現能力更強嘅模型？咁邊個就係呢一場 AI 競賽嘅贏家啦？第二個方向就係要留意住目前 AI 技術嘅壁壘喺邊度？技術壁壘即係 technical entry barrier。如果有一項技術需要長時間累積、巨額資本投入、精細嘅工藝先至能夠製造，甚至係全球只係得一間公司可以做到嘅話，咁啲客戶咧根本係揾唔到替代品，嗰間公司就有一個好大嘅定價權啦。依家成日話 HBM 記憶體晶片嘅供應短缺，去到2030年，咁但係目前咧都起碼有3間公司可以生產，分別係 SK 海力士、美光同埋三星。但係能夠將 HBM 同埋 GPU 封裝埋一齊，全球咧就只係得台積電可以做到，而唯一嘅儀器供給者就係 ASML 啦。先講咗台積電先，透過 CoWoS 技術先可以咧將 HBM4 同埋 GPU 封裝埋一齊。目前只係得台積電先可以做到最高良率。雖然台積電不斷咁樣擴大個產能，但係生產線就係得咁多條。咁所以咧，佢係掌握住呢個產能嘅分配權嘅。接住落嚟就係 ASML 啦。HBM4 之所以難做啊，就係因為佢嘅基底晶片咧要用到 ASML 嘅 EUV 光刻機先至可以複印出嚟。光刻機咧係半導體晶片製造過程裏邊最核心同埋最貴嘅設備嚟嘅。咁啲晶片縮得越細咧，個效能就越高，而限制晶片大細嘅唯一樽頸位就係呢一部機器嘅精準度。咁全球只係得 ASML 擁有 EUV 光刻機技術，利用呢個極紫外光去穿過嗰個設計圖，先至可以將複雜嘅電路圖比例縮細，一層層咁樣精準咁樣雕刻同埋堆疊出電子晶體啊！咁因為台積電同埋 ASML 有壟斷 AI 時代嘅產能同埋設備，所以毛利率咧係會比記憶體晶片廠咧更加有韌性，有機會成為長線嘅贏家。第三個方向就係要留意住現金流王者 Apple。當雲端巨頭例如 Google、Microsoft 同埋 Meta 喺數據中心不斷燒錢、瘋狂買晶片嘅時候， Apple 咧就選擇咗行出一條完全唔同嘅路喎。依家啲雲端巨頭嘅平均 AI Capex 佔銷售額嘅比例大約係35%至39%，Apple 咧就只係佔唔到3%，咁顯示出 Apple 嘅策略咧就係 sit out 呢一場算力消耗戰，拒絕燒錢搞 AI， 咁樣令到 Apple 嘅現金流咧就創新高喎。咁過去12個月嘅 free cash flow 咧高達129.2個 billion 咁多。喺目前動盪嘅市況，市場對於 AI 回報率有疑慮嘅時候，自自然然就成為咗資金嘅避風港啦。而 Apple 睇準嘅咧，就係唔理最後邊間雲端巨頭嘅 AI 模型贏出咗呢一場軍備競賽都好啦，呢25億嘅活躍裝置用戶，最終都係要透過手上嘅 iPhone 同埋 Mac 機嚟去使用 AI 嘅。當然唔可以話佢係絕對零風險嘅，因為如果 AI 應用冇辦法帶動到個換機潮嘅話咧， Apple 都係會受到影響嘅。不過以目前嘅現金流同埋生態佈局嚟睇咧， Apple 確實係最具抗震性嘅 AI 受益者。想了解更加多嘅話咧，歡迎你 comment 潛力股，咁我會限時送出詳細嘅深度分析文章，幫助你更深入去了解雲端巨頭嘅角力戰 ASML。台積電同埋 Apple 喺呢一場 AI 算力嘅競賽裏邊扮演緊啲咩嘅角色，同埋潛力股嘅增長邏輯。好啦，咁其實辨別到呢3個方向都仲未夠啊！如果你想喺下半場揾到一個翻身嘅機會咧，就一定要有紀律咁樣去操作，千祈唔好亂咁聽消息咧就衝咗入場喎。咁動能投資嘅核心咧就係我哋唔嘗試去估個底喺邊度啊，而係 follow the money。睇下啲資金流緊去邊度，我哋跟隨住大戶嘅資金去操作。翻身嘅第一步咧，並唔係報復式交易，而係將股票止蝕，騰出子彈。你可以睇下自己嘅持倉，有冇一啲股票已經係跌穿咗20天線。咁如果有呢啲嘅股票嘅時候咧，就要果斷離場啦。而
而好多散戶最大嘅盲點咧，就係盲目 buy and hold， 將一啲不斷下跌嘅股票咧放喺度就當睇唔到。但係問題咧就係冇人能夠肯定呢啲股票最尾係咪可以翻家鄉㗎嘛？咁死手蟹貨咧就等於決定將呢啲錢咧變成死錢啦。而當個大市好轉嘅時候，機會嚟臨嘅時候，就冇彈藥再去買入啦。因此，與其死守弱勢股，不如趁早認賠，套翻筆本金出嚟，投資喺真正能夠創新高嘅下一浪領導股。記住啊，停損咧並唔係代表失敗，而係確保你之後有籌碼可以翻身。咁翻身嘅第二步咧，就係要拒絕接飛刀啦，即係話唔好不斷咁樣溝貨。呢一種不斷向下撈底嘅思維咧，其實係好危險啊！因為咧，當股價持續地下跌嘅時候，其實就係市場話俾你聽呢隻股票有問題，機構大戶就淨喺度出貨，但係你咧就繼續加碼，咁即係同大趨勢喺度對賭嘅啫。今日呢一度 ，everything is wrong。咁一旦個拋售擴大咧，個虧損可能由10% 擴大去到40至到50% 嘅時候，你原先冷靜嘅心態咧就會崩潰啦，最終啊就會被逼喺最恐慌嘅底部去拋售，令到嗰個虧損更加慘重。所以騰出子彈之後，應該要點做呢？我自己會密切觀察住啲財報啊，留意嗰啲依然保持到高利潤率嘅公司。當資金輪動到呢啲公司嘅時候咧，就係進場時機啦。咁所以記得留意住各大科技巨頭嘅業績發布，睇下佢哋嘅超額算力有冇被高價出租，有冇繼續調高佢哋明年嘅 AI Capex， 同埋 Anthropic 以及 OpenAI 佢哋 ARR 月增長率有冇重新點貨等等。當我哋鎖定咗呢啲優質股之後咧，就要等待大戶資金去確認，咁呢一部分咧就要配合技術分析啦。當市場最悲觀、新聞消息最恐怖嘅時候咧，我哋反而要冷靜咁樣去等待信號。咁個信號係啲咩呢？當你見到被殺錯嘅優質龍頭股開始有大成交量配合，企翻上20天線或者50天線以上，就代表個沽壓已經係消化完結，大戶資金開始重新回流，呢個就係買入信號啦。作為動能投資者咧，我哋追求嘅並唔係買喺最低點，而係買喺主升浪嘅起點，順勢而為咁樣去操作。我相信咧呢一場 AI 競賽咧並未結束嘅，佢只不過係變成咗一場難度更加高嘅利潤淘汰賽。如果你想由0至1學習動能投資，歡迎按以下連結報名3小時免費網課。到時我會詳細咁分享我嘅投資藍圖，點樣以主動交易配合中長線環球資產配置，做好進攻同埋防守，同埋全新8大獨家 TradingView 指標，一個懶人包 Click and Paste 就可以完全複製出我嘅設定，幫助新手更加容易去挑選領導股，掌握買入同埋賣出嘅時機。如果你都中意呢條片，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Investing is a lifestyle，我哋下次見啦，拜拜。